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首集2026年新路線。今日我哋帶大家來到元朗仍未入伙的朗天苑，因為今日係一個大日子，九巴全新路線63正式開辦啦。由4月13日起，這條63號線會正式啟航。佢嘅出現可以話係朗天苑居民嘅救星，一程車直達屯門公路轉車站。無論你係想去屯門市中心瘋狂買嘢睇戲，定係要利用九巴龐大嘅轉乘網絡換乘去荃灣、九龍，甚至係過海去港島，呢條線都係你嘅首選。我哋先睇睇班次資料。63號線喺開辦初期已經提供全日服務，由朗天苑同屯轉對開，服務時間由朝早6點30分一直到深夜下午11點30分。雖然現時班次大約45至50分鐘一班，稍微需要大家留意一下 App1933的到站時間預報，但勝在夠穩定。特別要留意嘅係，為咗照顧埋唐人新村同洪水橋嘅街坊，63號線每日仲設有特別班次。朗天苑開7點20分，屯轉開下午6點50分，返工放學嘅朋友記得睇準時間啦。再講到收費，63號線全程係10點2元。但如果你只係想去屯門行下街，冇問題。呢條線設有區域性短途分段收費，由朗天苑去華都花園只要7點2元。如果你搭中經唐人新村嘅班次，由鴻福村去屯門更只需5點7元。大家記住啦，上車時先俾全程車費，落車之後記得去站位附近嘅一站式感應器再拍一次卡，咁樣啲錢就會自動回贈返俾你，真正係慳得1蚊得1蚊。最後有個好消息話俾大家聽，九巴會密切留意朗天苑嘅入伙進度，未來會適時加密班次，而且佢哋仲籌備緊另一條重磅路線，由朗天苑經大欖隧道直達深水埗同高鐵西九龍站。到時朗天苑嘅交通網絡就真係無懈可擊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一齊上車體驗一下呢條新線有幾咁爽。祝大家旅途愉快。
今次63號線首航，只用了19分鐘就到達屯門公路轉車站，交通情況非常理想，都算不錯。當然朗天苑正式入伙後就不會一樣了，到時有可能加密至5至10分鐘一班，以應付需求呢。今集就到此為止了，多謝你們的收看，我們下集再見。